好，来继续来看中国外交部的发言人华春莹最近来抛出一段影片，是意大利的罗马咧播送着中国的国歌，啊，意大利的人民用掌声、佮大声来喊讲感谢中国。透过这个影片，要来营造亲中国的气势。但是咱找到原始影片，发现真相根本都毋是安尼哦。来看咱的拍假特工队。 这是中国官方公布上新的影片。意大利罗马有义勇军的进行曲，同时嘛感谢中国全市民拢互因呼声互相的加油。不过目前超过5000人死亡，意大利哪会感谢中国？华视新闻是者将这个影片一格一格来检查，发现讲伊背景的声音出现慢速的改变。 这是原始影片，那我们去比照说 Google 翻译上面它的谢谢中国意大利文发音应该是这个样子的。Grazie Cina。对，那我们很明显就听出刚刚那个声音有点慢。那慢速变做感谢中国这句话，进一步比对意大利媒体甲 AGTN 同款的片段。意大利媒体所翕到的敢若噗仔声尔，并无网络地团的中国的国歌甲感谢中国，明显互人变过。 正常版本的那个影片啊，它的环境音里面，其实背景应该会有鸟叫声或是车流的声音，应该是把那个现场音拉掉之后，然后再加入了那个音轨。事实上，当时有这段专门拍噗影片，伊则报道是意大利人为了感谢医护人员的辛苦。 当地意大利疫情是真惨重，甚至有人趁这个机会传假消息，讲真无用的客船无游客威尼斯水总算会使见到底啊，酷鱼嘛会使出来晒日头。不过经过阮的查证，找到威尼斯水道甲酷鱼的原始相片，发现讲这是假。疫情愈严重的国家，假消息会愈多，若看到无合理的，一定要查证，照度阻止恶意的散布。